在主人助威下，旺財起碼打高3班，藏獒被咬得要四處逃跑，大獲全勝，就和旺財相擁慶祝。我張飛是不會輸的。狗竇的嘈吵聲驚動狗的主人紅飛龍頭肥傑，這個販毒的家伙走出來，張飛拿住木方在人家的門口必須要立刻拋低，不然這是踩場，很快會發生紅飛社內部大風暴。畢竟這是狗打交，不是人打交。原本張飛父子自從豺狼一事，跟他關係每況愈下。這個人形畜生，累得自己媽媽也走了。張飛和肥傑兩眼互瞪，火藥味激濃，大家平時言語間已經甚多衝突。張飛冷笑了一聲，就和旺財說：走，人就行了。心想你龍頭又怎樣？你打得過我嗎？你又奈我如何？你惹得起我嗎？你千祈唔好有乜行差踏錯，我會親自手刃你，我很快會取代你，總有一天我會將你拉下馬。第二天早上為假期，張飛賴在床上，想起 Linda， 心雖痛，但想法積極了。當初的確被 Linda 如仙女般月容吸引，看住她就怦然心動。現在形勢是自己原來已超越喜歡的層次，這是愛，愛是至死不渝，愛是長久包容與犧牲。要大愛，我可以做孩子的爸爸，他的一切我也愛。我昨天的表白等於逼他表態，只有可以和不可以選擇，他只會選擇不可以，活該。但肯定的是愛表白是對心上人最崇高的尊重。我們應重新由朋友開始，而且他真的很需要男人照顧與關懷，我會盡力去做。雖然大前提他不愛我，但愛就是他不愛我，我也不會放棄他，才是愛。成功者永不放棄，放棄者永不成功。他嫌我不成熟，我就要學會去成熟。但什麼叫成熟呢？他想了很久也沒有定論。他想請教幾個長輩。老爸個性沉默，不愛管我的事。牛佬是紅飛的人，自己不想在人前太難看，家駒就已經是大明星，也不好意思打擾他。罷了，只有成功者的失敗故事才令人振奮，失敗者的失敗故事只會令人煩厭。不如去書局找找。張飛真的傻得很可愛，他真的致電去書局問老闆，有什麼書會去教人成熟。老闆說：你識得諗點樣去成熟，證明你已經好成熟啦。張飛為之氣結，於是便直接到書局買了2本，回家一天就看完。這的確是他平生第一次勤力看書，但看完書後內容很空泛，只談理論，不着邊際，又欠缺實例。總結如下：成熟的人包括了謙虛和處事謹慎，上進而有遠見，最重要係有同理心，就是能站在對方角度，設身處地去看待人和事，把你的世界變成我的世界。如果我是 Linda， 她需要的是一個穩重可寄託的男人，照顧她和快出生的寶寶。我還可以給她什麼呢？難道和我這個黑學生一起，會給她幸福和自豪嗎？我的存在只會害她受盡白眼與譏笑，我只是將自己的愛強加於她身上，令她委屈。雖然我的確令她帶來驚喜無限，一生難忘，但她最需要的人不是我，能夠可以令她有個快樂約會也無憾。自己總算努力過，還了心願，這是天意吧。書中提到 ，If you love someone, set them free. If they come back, they are yours. 如果你愛他，給他自由，他回來了，就是你的。我會繼續去愛你，只是我換個模式做你的守護天使。希望你找到真正的幸福。他想通了，他真的有如一夜間長大。明天上學後再看見 Linda， 大家相對沉默起來，細看腹部確有微微隆起。張飛主動上前和他握手說：Linda 姐，上次真係唔好意思，我以後都會當你好似姐姐咁，祝你幸福。Linda 心裏反而有點不是味兒，原以為你的痴心會不死不休，
現在連彼此的幻想空間也粉碎。張飛不知不覺間在以退為進，不是張飛高明，但卻不經意有很好效果。張飛也提出以朋友身份一起吃飯，他有點猶豫。張飛，你都唔會中意我啦，你怕咩啫？放心啦，我係好人嚟㗎，對周圍嘅人畜無害。Linda 笑笑，也不婆媽，大方應約，反正都已經講清楚，反正我們都寂寞。張飛回課室向大馬城、喪媛等小弟說，同佢會由朋友做起，唔好再胡亂起哄，有尷尬冇愉快，當冇事發生過。但這些緋聞幾很快成傳校熱話，只是暗中地說。晚飯約會時，大家也比平時隨意，張飛也說了幾個笑話，逗得伊人很開心。他也有問自己的黑幫生活，張飛大方講了大概。至於犯法的社團事件，他只輕輕帶過，時間、人物、地點等關鍵就保留，也會談談收到風聲豺狼快會提早出獄，2年後必定執行對自己的格殺令。他又問，你哋黑社會壞事做盡，我唔想睇到你係咁，你有冇打算退出？張飛唔會退出，古惑仔係大家團結喺一齊，免被欺負。雖然依家大部分都唔係，但起碼仲有我哋講義氣。但市井之徒大多數目不識丁，所以為咗揾食，多少都會踩界。團結係應該，但冇人天生想打打殺殺同犯法。嚴重罪行大家都知道後果，殺人放火唔係深仇大恨，係唔會搏。搶劫騙案等，咁唔一定係古惑仔先做啊。他問，咁劈友呢？張飛，開片劈友就通常只係社團彼此間嘅摩擦，都盡量唔會傷及無辜。對頭出嚟揸住把刀，你都好難話唔揸。反正大多數情況都打唔成，嚇鬼就多。就算明明劈到頭，都會轉彎斬落膊頭，真係死人㗎。斬死人揾你唔到，成個社團都會被差佬數，好難揾食。又例如我叫100幾十人嚟晒馬，反而唔係代表我真係想打，我係想話俾你聽，我形勢比你強。咁講數啲條件好傾好多，因為我打唔打你已經係我話事，所以通常成日話劈死人都係講多過做，最多都係啲靚仔搏出位，想做大佬個班。呢啲通常都係俾人利用，真係上咗位嘅出嚟撈嘢嗰啲，通常都好低調，盡量避免節外生枝，唔會恃強凌弱恰細路，所以你會覺得佢哋特別有風度。Linda， 你都係靚仔啦。張飛，我年齡係16歲嘅靚仔，我喺公司嘅輩份就係大佬。我驗證嗰陣只得3歲，大個咗後，中間所有社團冇人敢做嘅嘢都係我搞掂，所以我13歲嗰年已經係大佬輩，即係大弟，亦可以叫做大人。大人所做嘅事要由自己負責，職位係426紅棍金牌打仔。理論上如果有叔父提名我，投我票，我係可以選做龍頭大佬。其實扎職做紅棍唔一定係要靠打，有錢就係大佬。你只要夠疊馬，經常孭住公司嗰朵4圍搞事，而有差唔多次次都贏，就可以成為紅棍。但我另一個身份係武術家，我先係真正用拳頭打返嚟。我係幫會嘅高級職員，所以我一早已經過咗啲靚仔搞事期。另外同埋我哋嗰班人本身毒品就肯定唔做，我自小老豆亦都係咁教我做人。如果真係要做，以我哋嘅能力可以做到毫無破綻，但係做邊行都好，最重要係本住良心去做。醫官都有禽獸啦，仗義每多屠9倍。老實講，我哋社團都有人販毒，呢啲折墮嘢風險又高，罰得又重，反而幫人洗黑錢先至係賺得最多，最多都係坐10幾年。不過邊個做我就唔會講啦。Linda， 咁嗰啲逼良為娼呢？張飛，至於黃色事業就唔係我去負責，我哋從來都唔會逼良為娼。娼妓係地球上第一種行業，確係有需要。如果唔係強姦犯數字肯定暴升。Linda， 咁你講到乜都唔關你事咁，你靠乜揾食？張飛，走私電器上大陸同埋開大檔，
收下波馬攬撳啦，放下數，幫啲老細收數收地，或者把啲正行嚟做。例如好似地盤嘅外賣飯盒市場，包括埋早午餐、下午茶，一個地盤千幾2000人，每個禮拜有6日，每個月營業額成200萬，邊個夠膽叉隻腳埋嚟？我哋會恐嚇佢，趕佢走，再唔係判俾人做，收佢陀地或者分傭，一盒20-30蚊嘅飯盒為例，可以抽40%佣金，又或者例如上賭船跌下馬咁。呢個係我哋最大嘅收入來源。正所謂有強姦冇局賭，啲友仔唔跟我哋賭都出去賭啦，起碼我哋夠均真。啲賭仔輸大咗實要問我哋借錢，咪放埋數咯。仲有一樣嘢啊，其實你好奇有乜想問，淨係問我好啦。知咁多嘢冇乜好處 ，Linda 這不難理解。知得太多，就算你沒有參與，出了事總會被人家懷疑，或被捉上警局，放出來後黑白兩道也對你有所懷疑，代價隨時冇命。所以江湖人大多不讓自己女人知道違法的事，他們也不會過問，尤其因為感情生變，女人有機會去告發，連累整個社團，因此都盡量避忌。Linda，你好似將啲壞事歪理講到好似真理咁。